起来，他在吸上。怎么了，亮亮？你怎么在哭啊？我跟你们说，夏威夷的孤独乔治死了耶！孤独乔治，乔治是外国人吗？是夏威夷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亮亮说的应该是2019年元旦那一天死掉的金顶夏威夷树瓜。对，所以是一只瓜牛。那为什么要哭得这么难过啊？你不懂啦，我们孤独乔治可是金顶夏威夷树瓜的最后一只了耶。亮亮说的对啦，其实啊，也代表这种品种的树瓜啊，在地球上正式绝种了，以后啊就再也看不到了。啊，难怪亮亮那么耸形。耸形，没错，耸形就是客家话伤心的意思。小哩就是忧愁的意思，耸形是伤心，小哩是忧愁。一起念一遍哦，伤心，耸形，耸形，忧愁，小哩，小哩，懂吼。可是博士，我问你哦，为什么很多的物种啊，它们都会濒临绝种，然后慢慢消失啊？其实啊，这跟人类有关系哦。哎呦，好痛啊！海龟大哥，你还好吧？我嘴巴好痛。嘴巴痛？啊，海龟大哥，你一定是没有按时刷牙，所以才会嘴巴痛哦。不是啦，不知道是谁乱丢吸管，我昨天还以为是好吃的食物哎，结果我就吸管就卡在嘴巴里了。哈，是谁这么没有公德心啊？啊！哦，你有听到什么声音吗？有怪物！哇，又来了！哎呀哎呀，你究竟是什么怪物啊？不要吃我们不好吃，不好吃。哦，我不是怪物，我也不想吃你们啦。哎，这个是塑胶袋。小丑鱼，原来是你啊！对啊，还好你们救了我哎，谢谢你们。究竟是谁这么没有公德心啊？我们需要救援。生物的灭绝主要是因为人类忽略了环境的保护。人类乱丢垃圾的话，就会让住在大自然里面的动物还有植物面临很大的威胁。生活环境的改变啊，也是这些生物逐渐灭绝的主要原因哦。真的很让人小哩耶，因为我们人类一时的便利，就让这些生物、这些物种濒临死亡，然后绝种，真的很不应该。所以我们要化耸形为力量，为了不让这些生物濒临绝种，我们要响应环保，拯救地球。拯救地球就从自己做起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我要自己准备环保餐具。我要带环保袋，少用塑胶袋。那博士我呢，就多发明一些环保的东西，像是环保的外套、环保的眼镜，还有环保的什么？环保的什么？环保的博士。